佫会当坐飞机，毋知偌好，休日就到吼。安尼徛脚踏车，徛到大家足忝吼。啊，坐飞机诶，想要徛脚踏车吼。买自强号诶票诶人，足想要买慢车；买慢车足想要搭自强号诶吼。所以人生遮尔奥妙，人诶想法嘛遮尔奇妙。伫咱诶信仰，咱要怎样看待咱诶人生？伫基督信仰诶中间，伫咱诶经文内底，互咱知影咱有一种无灰心诶勇气，无软志诶精神。面对外在世界诶变动，世界诶败坏，咱诶内心却会当日日来换新。伫咱诶经文内底，伫咱诶生活内底，会当常常发记，小诶物件会变成啥物？真小诶物质，真小诶物件藏落，渐渐会变冷吼。旧年穿诶新衫，甲今年变成做旧衫吼。本来买车要真新吼，新车过无几冬就变旧车吼。真新鲜诶，即个食米放伫桌顶，过一来2工，可能就已经臭扑去啊。即种衰败，也是讲即种衰退诶，即个变化，存在伫咱诶环境甲物质界诶内面。用另外一种诶角度，嘛存在伫社会，甚至是教会，甚至是家庭，甚至是咱人一心诶即个范围内底。咱掀开报纸，也是讲咱看新闻媒体，咱会当知影讲，咱诶社会、咱诶环境，无因为科技诶进步，无因为人知识财物诶增加，变成做搁较好。反倒当犯罪事、败坏事、社会乱象，互咱看见有增加无减少。所以人追求自私自利的即个贪念，也是伫逐方面，拢伫超找即个利益，也是人用家己的方式，要来对待人生，要来对待活命的时，反倒当人生互人带来是搁较侪混乱甲道德的败坏。如果咱的活命、咱的人生无一种换新的气力，小的会变做冷的，新的会变做旧的，幼稚的会老去，会孤单去。所有的物质，伫一个正常的状况，拢会渐渐老化。这是世间的一个定律。总是伫咱的信仰内底，圣经劝勉咱免软志，因为伫耶稣基督内底，咱有换新的活命，甲换新的气力的时，咱无搁灰心。虽然咱的外体、咱的外在、咱的身躯、咱的环境渐渐衰败，总是咱内面的活命却日日换新，日日活泼。这是咱跟对耶稣的人属天的愿望，嘛是咱永远活的一个凭据。因为阮目年久，轻轻的艰苦，是甲阮正上顶上永远的大阳光。伫艰苦苦难内面，人往往会当超找着家己，甚至超找着上帝。我有一个西洋的电影，伊即个电影英文的名叫做《Doctor》吼，咱中文甲翻做《再生之旅》吼。咱知影讲，咱台湾真爱甲外国的即个片名拢翻做咱想象，也是讲咱意爱吼。所以甲英文拢无共款，英文可能是这个医生吼，但是咱甲翻做《再生之旅》吼，重新搁活一摆的即个旅程吼。即个影片内底的即个意义真好吼。影片真长吼，总是牧师大概讲即个影片内底的意义吼。即个中心要点吼，论到讲一个医生吼，外科医生真出名，伊叫杰克吼。杰克我毋知咱台语名讲，敢有遐济晓讲杰克？杰克，咱讲即个出名医生好啊吼，即个外科医生吼，杰克吼，杰克即个出名医生吼。哇！伊伫伊的专业外科内底吼是硕士吼，算讲 top 的吼，真好的一个医生。
大家看伊嘛足尊重吼，安尼你病院内底，大家真普坦嘛，真尊重伊的艺术介好。总是无拍算有一日，伊捡到即个脑熬吼，脑熬好爱吼，脑熬的即个感情吼，哇！伊规个无法度接受吼，即个人生的最大的一个转变吼，对一个外科医生会当知影身体健康的状况嘛，时时注重健康的人，竟然会去得到即个脑熬的癌吼，所以伊真艰苦，真失望吼。对伫医治别人，对伫一个大医生，转变成为啥物？诚做爱看病，经历过检查，甚至吼，以早甲伊即个同事吼，看见伊吼，安尼感觉讲，今仔即个奈落魄啦吼，即个医生奈落魄啦。然后伊检查的时阵吼，别科的医生拢怎样？哇，非常专业吼，气度很傲吼，又很冷的医生吼。骄傲又气度很冷吼，看到这个医生的时候，因为伊变成白人啊吼，所以哇，就讲吼，你应该怎样，你爱搁继续接受治疗吼。本来医生拢免啥挂号吼，迄挂号小姐讲，迄个医生吼，外科医生杰克，请你去排队吼，因为病患都要排队。哇，伊无法度接受这个人生这么大的转变吼，对一个医生诚做病人。然后，互人安尼杀来杀去吼，迄个别科的医生诶，对伊即个检查吼，拢安尼冷言冷语吼，安尼感觉讲你无望啊吼，你无希望吼。然后吼，即个专业的人士吼，你看伊诶报告了后讲吼，你吼得癌症吼，迄个是伊心肝头讲想讲哇，医生来变做心破肝，敢若甲你讲你死定了吼。所以伫因的对话内底，即个医生真失望吼，伊的规个生活拢转变了，安尼真失望，诚做病人。伊表露出一个医生的悲哀、失望，甲即个无比的一个郁闷吼。一方面面对伊的同事，面对即个病院内底，即个大家拢真冰冷的即种态度甲检查，然后一方面面对家己过去。嘛是即群专业人士的一份子，搁另外一方面，面对家己的病痛，伊无气力，无法度帮家己开刀，嘛无法度来做啥物代志。总是你即个治疗的过程、化疗、电疗的过程内底，伊大概拢看到一个查某囡仔，一个女士吼，拢带着一个帽仔。来病，安尼拢真欢喜吼，拢袂由头甲面吼。然后因两个就熟悉。即个女士吼，伊来吼，毋是做义工嘛，嘛毋是青春的小姐，伊来嘛是来治疗吼。伊得着啥物？伊得着脑的癌吼，脑癌吼。所以拢会戴一顶帽仔，因为头毛拢落了，查某囡仔爱水吼，所以拢戴一顶迄个帽仔吼。外国较冷，拢戴一顶帽仔。所以伊就感觉讲奇怪，你就甲我共款吼，拢得着即种吼，人感觉讲真歹的即个绝症吼，你来看安尼吼，袂烦恼袂郁闷吼。有一届因两个人伫楼尾顶吼，拢会，即有当时病人会去楼尾顶看即个外口吼，诶，即个世界，想去楼尾顶看即个大楼下骹的即个状况吼。有人看吼，这个都顶落去吼。总是两个人伫楼尾顶的时吼。即个医生，即个真出名的外科医生，就问伊讲吼：“你到底怎样吼，遮尔乐观吼？你哪会安尼吼？我拢袂欢喜吼。”即个女士吼，即个小姐真趣味吼。你楼尾顶伊甲伊讲吼，伊讲面对痛苦，你有三个选择。这医生拢真爱听即种物件吼。伊讲啥物选择？有三个选择。伊讲第一个选择，就是大声嚎叫，把你的心内底有份叫出来。这医生安尼讲，我是医生吼，我袂做这种的代志吼，我袂大声嚎叫，这个太歇斯底里吼，这种毋是阮的专业人士做的代志。我嘛是做郁闷吼，但是我叫袂出来吼。这个女士讲安尼吼，第一个你也叫袂出来吼，安尼你有第二个选择，第二个选择是即马对楼尾顶你甲沉落去，你甲跳落去。这个医生看一看，哎哟，遮悬吼，毋敢跳。现在都
啊，你毋是讲有3个方法，啊，你第3个方法是啥物？第3个方法吼，即个律师用英语吼，甲伊讲吼，咱中文翻做吼，向伊挑战，fight it。哇！这医生听了吼，都无阁讲啥物啊。原来即个律师，伊毋是安尼，笑容是来自于家己的安慰，还是怎样？伊是向伊挑战的即种精神。你有3个选择，一个是你遐大叫大哭，第二个你对在楼仔尾你甲跳落，第3个是向伊挑战，fight it。即个医生听了后，伊开始有转变。即个向伊挑战的精神，讲出了伫绝望的内底，面对痛痛、挑战痛痛的一个勇气。这嘛是基督徒的一个精神。伫世间虽然有苦难，总是耶稣基督已经赢过世间，想使信伊的人，即个无毁坏、永远活的活命。人的处境下面，真实的痛，有当时啊拢包含着，也是讲包容着痛痛。所以咱的台语真趣味吼，痛，甲即个痛痛的痛是共款。父母疼囡仔共款，有当时啊疼甲真疼吼，真痛疼。十字架的信仰，十字架的道路，互基督徒嘛会疼。这个疼，毋是互咱逃避现实，却是互咱勇敢去面对现实，勇敢去挑战咱的现实的境况。这是咱信仰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。当这个 Jack 这个医生身体渐渐恢复元气、恢复健康了后，伊重新披上伊的医生袍，然后伊的态度转变，伊教导去病院实习，而且实习的见识的医生，第一门课就是怎样？就是互因穿即个病人白饭的衫，然后倒伫即个白床互人杀。伊讲啥物？